仲有一隻 game，好似係槍戰喎。哇！呢隻就幾好玩咁樣隻槍戰 game。哇靠！呢槍戰 game 超級多人喎，所以我應該可以買好多嘅武器嘅。OK， 而家就睇下，而家就睇下個商店有啲咩先。哇！好多唔同嘅武器啊！你等陣我打到呢個鎖匙，我唔夠鎖匙喎。咁而家就買一點鎖匙啦。好啦，呢個鎖匙先。哇靠！呢啲鎖匙咁平嘅。好啦，而家就買個傳奇鎖匙作包啦。買咯。哦耶！買完啦，又攞而家就買啲嘢先。買咗啦。跟住就買一把散彈槍同埋突擊步槍，因為好似話好勁，買啲丟手指都係好勁嘅，電鋸背都買埋啦。哇靠！覺得真係超勁，而家就玩下隻 game 先。哦耶！嗱，哇靠！真係個 Roblox 實在太好啦，耶！好啦，而家就係可以真正去玩隻 game 啦。經常聽講話一個好地圖嚟嘅。哦耶！我都有 Roblox 晒我身體我都好勁嘅，有背刀仲超級無敵勁嘅，所以而家就要用呢個就 Roblox 嘅力量耶！哎呀，死咗添，幾好啊！哎呀，可能我冇裝備，可能咧我啲裝備咧好勁嘅，但係我先要重要嗰啲裝備。嗱，呢個係咁樣嘅，之後就再買啲能量組合包啦，嗰啲 Robux 幣。好啦，睇嚟係我要一啲技術都冇睇我。耶！但冇問題，一啲問題都冇。我有 Robux 幣可以買更多無敵嘅武器，完全無敵嘅武器，咁我就可以輕鬆贏到啦。明白耶！其實可以咁樣，唔使練技術嘅，就先買多啲 Robux 幣就得啦。記得有隻 Robux 幣買嚟散彈槍嘅力量咯。好耶！Robux 幣實在太好啦，有 Robux 幣太好啦！耶！呢個 Robux 幣力量啊，超級多嘅 Robux 幣啦！哇！呢就係 Robux 之力啦！好啦，睇嚟今次可以輕鬆打敗佢哋啦！哇！我又死咗咯，唔驚。聽講話而家仲有啲個黃金嗰個，仲有啲都有 Robux 幣買嘅嗰啲通行證嘅買賣，有更好嘅槍。呢一個私人啦，但係我要買更多嘅槍。之後我要去拎我阿媽俾我嘅信用卡，有無限嘅 Robux 幣啊！咁就耶！已經買咗呢個菜龜可能值啦，我就買下組合包先。我靠，能源組合包，哇！一大堆頂尖武器啊！買，買咗。之後就買醫療包、外星槍喎，買。然後其他啲全部買晒去。好，我而家已經無敵啦！好啦，又要嚟玩呢隻競爭者啦。我之前已經玩咗
玩咗69次啦，已經辛辛苦苦練咗好多武器啦，玩咗好多，已經玩咗69年啦。有我買咗，終於買得起散彈槍、突擊步槍，最重要就係多手練佢用好多呢啲武器啦。玩咗79年度咧，每一日話從凌晨4點起身，之後咧玩9個鐘嘅連續，然後先慢慢練到已經實力啦。而家玩一個先，玩太辛苦啊！我真係玩咗69年啦。我技術係練出嚟啊，我就會用最普通嘅武器我就會戰勝呢個人，因為我已經玩咗69年啦，呢隻 game 每一日已經玩咗幾千個鐘啦。我死咗啦，因為呢個人實在太強啦。玩咗69年，果然都係唔夠啦。玩咗69年，果然，我都要玩多70年啦。玩咗66年啦，啱啱已經玩，睇嚟我下次需要每一日要玩23個鐘，用1個鐘嚟瞓覺，嚟做嘢。我而家實力都係太渣啦。我之後每一次都要用每日玩23個鐘，因為我太渣啦而家。係時候要體驗我真正嘅實力，但呢個都係冇用嘅呢啲。玩咗69年啦，答案都係一樣，完全唔得。但係我都好驚訝咁樣刺中咗一刀，但呢個都係冇用嘅，身為一個乾底。但係我一定要滿足佢，身為一個乾底。我都係輸咗。Oh no！ 好啦，係我要開始練啦。好啦，又過咗1000年啦，我已經過咗1000年，而家我已經1009歲啦。而家我每一日幾乎唔瞓覺，用咗23個鐘，59秒，59分鐘，59秒，嚟玩，用每一日都係咁，堅持咗1000年啦。而家我已經唔同啦，我每一日都辛辛苦苦咁樣練，我而家已經出現1000個1萬級嘅都打唔贏我啦。嚟啦！呢個143級嘅，我會秒殺佢，任何人都無法同我鬥爭，我係無敵㗎，我係強大的。同我1打1，證明我是無敵的。每一個人都無法和我鬥爭。終於配對咗人啦！嚟啦！呢個我已經玩咗10年啦。
用電鋸再鋸死啊！我玩咗個1000年冇白費到，人類而家已經唔係用任何電子產品，而係用虛擬世界嚟玩啦。就係咁樣，1000年嘅成果，我收1000年嘅定勢高手。呢個競爭者而家已經進化咗，我無敵的。我現在幾乎是無敵的，絕對。但我是無敵，我乾咗1000年冇唞過，係要練出實力啊！呢個真係我1000年的努力。好啦，大家如果見到好啦，大家如果中意我呢個片嘅話，記得要訂閱、按讚咯。如果大家繼續中意啲劇情片，記得要睇多兩三期。如果你覺得咧我講得唔好嘅話，都可以喺留言話俾我聽咯。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更好看嘅影片嘅話咧，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再加撳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咁樣嘅，好似搞佢哋嗰啲爽片、廢片咁樣嘅劇情片嘅話咧，記得要訂閱、撳讚咯。我係 Alpha CD 嘅頻道，拜拜。